那伫云林是有一个姓郭无牌的林母，顶年伫网络顶头又接到一个无到1岁查甫囡仔来带，啊，毋过在顾这个囡仔的时，甲囡仔掠起来害，才造成这个囡仔出现真严重的脑伤。即马这个无牌林母封判2年有期徒刑确定。爸爸。 这查甫婴仔伊阿有讲话，主年还未1岁，爸母对网络找照顾人，规工来甲照顾。结果过4个月了后，囡仔雄雄一直吐一直喘，唔知人互紧急送病院。囡仔老爸告这个照顾人涉嫌虐待，讲这个囡仔脑部有真侪所在积灰拢肿起来。小朋友是被施虐，因为他右半边就是直径12公分，然后半径9公分，就是等于右大脑上基本上都是淤血。 虽然这照顾人一直讲伊无虐待，讲囡仔是家己弄到绊倒，也毋过伊伫心拢指出，这4个共照顾囡仔的人无证照，无得到家属原谅，参考病院鉴定的意见，认定伊因为不明的原因，一直害这个囡仔的头壳，造成严重的外伤性脑损伤，妨害这个囡仔身心健全发育。而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，判刑2年定案。 而甲童经过医生细心治疗以后，无论生长速率、视神经以及中枢神经结构都在正常发展范围之内，并没有达到重伤害的程度，所以原审论处被告犯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行，并无违法可言。其实照顾细汉囡仔，千万袂使大力甲伊摇解害。医师就提醒，尤其是无满1岁囡仔，脑部发育也未成熟，若是大力甲伊摇解害，恐惊造成脑内出血。 轻者脑压悬起来，严重影响喘气，会危及囡仔性命。那轻则像脑性麻痹啦，或者重则什么，他走路行动方面有困难，或者甚至需要长期卧床，这个也是都有可能。即个这脑细胞死去，医师讲就无法度再恢复，忧郁症也一直来。那照顾细汉婴仔，小可轻轻仔摇就好，相对较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